你公司做夠1年要年檢咯喎，咩年檢係咪真係報稅啊？係咪真係同一樣嘢嚟㗎？呢個場景咧就係通常咧我哋提醒喺嗰度成立公司嘅客戶，咦你要開始準備年檢咯喎，跟住佢哋咧就會問嘅問題啦。我諗下，可能好多新開公司嘅人咧都唔知道年檢係咪真係報稅啊？究竟佢哋兩個係咪一樣嘢嚟㗎？咁所以今日咧就喺呢度解答下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晴晴，喺呢個 channel 咧我會拍一啲關於開公司啊、創業嘅資訊。如果你有興趣咧，記得要 follow 我，咁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我嘅片㗎啦。好，喺呢度講一講咧，其實年檢同埋報稅咧係兩樣嘢嚟㗎，佢哋分別咧係 under 緊公司註冊處同埋咧稅務局嘅，所以咧佢哋唔單止係政府兩個唔同部門負責嘅嘢，而且咧佢哋需要去做嘅日期都唔同嘅。年檢咧我哋講就係佢要去公司註冊處嗰度報到啦，主要就係交翻一份叫做 NAR1 週年申報表咁樣嘅去俾政府嘅。而報稅咧就係按照你公司嘅稅務年度每一年咧去做一盤會計，做一盤審計報告咧，交俾稅務局。所以咧喺呢度大家第一步已經分清楚啦，呢兩樣嘢係唔同噶。咁跟住咧我就講多少少每一樣嘢其實具體要點樣做啦，同埋做啲乜嘢。第一個我哋講嘅係年檢咧，就係週年嘅檢查啦。其實通常你要做嘅嘢咧就有3樣嘅。第一個就係頭先我所講嘅週年申報表，而呢一樣嘢通常都係由你嘅秘書公司咧去幫你做。我呢度好快俾大家睇一睇，就係呢一份表格啦。裡面主要就係確定你公司嘅股東、董事呢啲重要嘅架構咧有冇改變，另外咧就係你公司嘅股份即係股數咧有冇變動啦。咁所以第二樣咧就係你要確定你係咪繼續去用呢一間秘書公司啦。第三樣咧就係地址啦，包括你公司嘅註冊地址、你股東董事嘅地址有冇變更呢？又或者你公司有冇添加業務名稱啊等等呢啲細微嘅嘢咧，都需要喺呢一份 NAR1 裏面去顯示嘅。而佢嘅遞交日期咧就係你公司嘅週年日啦，即係話咧before你公司週年成立日之前咧，你係唔可以遞交呢份嘢嘅。你真係要完咗1年嘅時間咧，你先至可以交上去啦。當然啦，如果你遲咗，即係你遲咗超過42日，然後超過1個月、超過3個月、6個月、9個月咧，政府咧嘅罰款係會咁樣上嘅。呢度價錢就可以睇下。咁所以好多人咧都唔想俾政府無啦啦罰幾千蚊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呢一類秘書公司咧就會定期去提醒你，咦，你需要做呢個週年申報表咯。而我哋咧擔任你嘅公司秘書，我哋係會幫你做呢一樣嘢嘅。所以年檢嘅第二樣嘢，你就係要考慮，我仲繼唔繼續用呢一間秘書公司嘅服務啦？如果你係繼續用嘅，咁當然你就要俾錢去續期啦。如果你唔繼續用嘅，你呢一刻就可以決定咧係轉去其他嘅秘書公司。而呢一個時機咧都係啱啱係一個幾好嘅時間咧去轉公司嘅，因為你上年交嘅錢已經係整整1年，啱啱好完咗啦嘛。咁所以你係可以咧方便去轉去其他嘅。喺呢度都會好多人問，咦，我轉去其他公司會唔會好麻煩㗎？好多文件需要重新整理啊等等嘅。其實咧大家係唔使擔心嘅，基本上就算前一間秘書公司真係咩文件咧都冇俾到你嘅話，而下一間秘書公司即係我哋好多時候咧都會識得自己上網查而 download 翻晒啲文件嘅。所以你最緊要諗嘅係呢一間秘書公司嘅服務，你覺得 O 唔 OK， 滿唔滿意，然之後咧再做決定就得啦。咁第三樣年檢咧就係你要續期你嘅 BR 啦。BR 每一年都必須喺你週年又或之前咧就要去續期嘅。今年嘅 BR fee 係2200蚊啦。其實每一年都有機會，只係話有機會會變動啊。因為疫情嘅時候咧，政府就優惠150蚊一年嘅。咁而家最近呢幾年咧個價錢基本上都係2000幾蚊，冇乜變過嘅。咁第四樣就係關於你公司嘅註冊地址啦。咁如果你自己有 office 本身已經簽咗租約嘅，咁呢一項你唔使理。咁譬如如果你係用咗公司秘書嘅地址啊，或者係會計師樓嘅地址咧，咁當然你都要記住續期下一年嘅服務啦。咁基本上咧年檢呢一 part 咧就完成㗎啦。咁記住佢係喺你公司週年日或之前咧需要去處理嘅事務嚟嘅。好，咁然後我哋跳過嚟稅務局嗰邊咧係講緊報稅。咁報稅咧就唔需要按照你公司週年日咧去處理嘅，佢嘅日期咧就係跟你嘅報稅年度。咁究竟乜嘢係你嘅報稅年度咧？通常大家揀嘅最多嘅咧就係每一年嘅3月31號啦，因為跟住全港咧個人嘅薪俸稅嘅稅季啦。第二大家揀嘅多嘅時間咧就係12月31號嘅，就係中意咧一年一年咁樣埋數，感覺自己可以好清楚咁樣計到一年係幾多錢啊嘛，賺定蝕。咁當然如果你係第一次報稅，你可能有聽過啊，咁我唔係年半之後先至報稅咩？係嘅，不過咧因為你嘅
成立日期可能係1年之間唔同嘅月份啦。通常咧嚟揾我問嘅話，我都會睇一睇，你公司係幾時成立㗎？然後俾幾個建議你，邊個日期係比較好啊？又或者邊個日期嘅時間冇咁趕啊？咁到時你自己可以去決定咯。咁至於報稅會計呢啲咧，我之前咧真係有拍咗一個系列咧去講公司去點樣去做會計啊、報稅嘅，你咧可以去揾翻嗰啲片咧 click 翻去睇嘅。咁我喺呢度咧就唔講太仔細啦，你只需要記住 once 咧你一開始決定咗你3月31號報稅嘅話，你間公司以後每一年咧都係3月31號咧去做年結嘅。咁同樣道理啊，如果你係12月31號咁，即係以後每年都係12月31號咯。咁所以總結翻今日呢條片啦，當你成立咗有限公司之後咧，你最常需要來往嘅咧就係公司註冊處同埋稅局嘅。而如果你咧都好似我好多客人咁樣咧，無論係公司嘅年檢或者係報稅咧，都係揾同一間公司，即係我哋咧去幫你處理嘅話咧，咁我哋咧就會分別喺你嘅週年日啦，同埋你嘅報稅年度嘅時候咧，去提前提醒你嘅。咁當然你需要交嘅費用都係年檢就還年檢嘅時候交啦，報稅嘅時候就等到時報稅嘅時候先交咯。好啦，咁希望都可以幫到你咧，以後公司每一年咁樣繼續落去咧，都係順暢嘅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